民不在就某个客栈方面话很有名的，当中，客栈方面话，我站也有第三我点二组标房本，我站，也有第三我点二组标房本，年盐标我二组干净，盐标我二组干净，我站有第三我点二组标房本跑上山，面盐标我二组干净，赶下，我在那时也有第三在有地省，我点二组标房本，就是跑上山，面盐标我，标个房子，屋呢就是房屋的顶，在房顶的要赶下来，赶接，在房顶的标我，屋就是房顶，熬住干净。我站也有第三我点熬住标房本，面盐标我熬住干净，在房顶的要赶下来。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，誓不怠惰，祝愿有面学业有成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，海来娘娘保海，海来保面平安。